咁呢課書咧係講咧，就係每個圖像經過一啲嘅變化啦，會轉換成乜嘢嘅函數。咁第一個咧就係上下平移。咁向上平移嘅話咧，就會係將個函數後邊加上去向上幾多個單位。例子 y 等於括弧 x 加1 2次，向上平移6個單位。咁所以咧個函數咧就會係 y 等於 x 加1括2次，又喺後邊加上6。向下平移 k 單位，咁即係話咧會將個函數全部嘅後邊減上去幾多個單位 k 單位。例子就係 y 等於括弧 x 加1 2次向下平移6單位。咁首先我哋就係寫翻個函數，然後向下平移6，咁即係喺後邊減上6。另外一個就係左右平移啦。咁左右平移咧就同上下有咩唔同呢？上下咧係將個數字擺喺最後加減嘅，咁但係左右平移咧就係將移動嘅單位擺入去 x 裏邊，即係話成個 x 會由一個新嘅 x 加減一個數字而取替嘅。咁咧上下嘅咧向上就加，向下就減。但係留意咧左右咧向左係加，向右係減。例子 y 等於 x 加1括2次，咁向左平移6單位。咁我哋首先將條式寫低咗先，而個 x 嘅部分我哋留空佢。咁然後因為佢向左平移6，咁所以我哋知道呢個係 x 加6。咁因為加6加1夾埋加7，所以 y 等於 x 加7括2次。向右平移6單位，咁一樣我哋將條式寫低咗先，而 x 留空咗去。咁因為向右平移就係減，所以 x 減6等於 x 減5括2次。去到下一個部分，沿 x 軸和 y 軸反射。咁即係意思咧就係當條線如果喺上，如果沿 x 軸反射嘅話，例如個函數喺上面嘅話，咁經過 x 軸反射就會落咗去下邊嘅。如果係個圖案係喺左手，沿 y 軸反射就會反射咗去右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留意題目咧，去寫咩 x 軸定 y 軸。如果係 x 軸嘅話，咁我就要將個負號擺喺一個函數嘅前面。例子 y 等於 x 加1括2次沿 x 軸反射。咁所以如果反射咗之後嘅函數係咩樣呢？就係我哋首先將個函數寫低咗先，然後喺最前嗰度加上負數。沿 y 軸反射咧就係將個 x 變成負 x。咁所以例子 y 等於個 x 我哋唔寫，淨係寫低括弧加1 2次，然後 x 變成負 x。伸縮部分，咁伸縮部分咧就兩種嘅，一種係沿 x 軸伸長或者係縮短，一個係沿 y 軸伸長或者縮短。咁我哋首先講沿 x 軸伸長同縮短。咁樣如果沿 x 軸伸長或者縮短都好啦，就係將個倍數 k 倍個 k 擺落去函數嘅裏邊。例子y 等於括弧 x 加1 2次沿 x 軸伸長
3倍。咁留意呢，就係個 x 軸呢，當佢伸長嘅時候呢，係會將佢呢除以個倍數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嘅答案就會係 y 等於，咁因為我哋係改變個 x 啦，所以我哋首先將題目照抄而唔寫個 x 先，然後伸長3倍就將佢相反除以3，所以 x over 3。同樣道理，如果原 x 軸縮短5倍，咁我哋一樣係將個式抄嘅時候唔好寫個 x 先，然後縮短就係乘以5倍，所以係 5x。到咗原 y 軸伸長或者係縮短，咁留意咧，佢個縮短嘅時候咧係個分數嚟嘅，數字係一個分數嚟嘅。咁而咧，我哋咧係將個倍數乘喺個函數嘅出邊。例子，原 y 軸伸長3倍，咁首先我哋都係將個式抄低咗先，然後喺全式嘅前面乘上3。如果原 y 軸縮短1/7倍，咁所以我哋嘅式都係一樣照寫，然後喺全式前面